一开春，韩国演艺圈就传出男神、女神谈恋爱的消息。原来是在去年，因为合作电影《极致对决》走得越来越近的炫彬和孙艺珍，两人被直击在美国洛杉矶一起逛超市，两人穿着休闲，戴着帽子，但互动自然，一起采买食材。虽然经纪公司立即否认两人恋爱，但暧昧指数依旧破表。韩星炫彬 vs 孙艺珍，我跟他又是同年，1982年，出道时间也差不多，有很多不用说也能相通的同志情，还有妈有爸，当然。两人的同志情，难道升格为爱情吗？韩国演艺圈的男神炫彬和女神孙艺珍在去年合作电影《极致对决》，现在两人疑似同游美国，被拍个正着。两个人同穿一身黑，也都戴了帽子，同在饮料冰柜前挑选商品。另一张照片，炫彬推着推车，里头看似有酒、饮料和蔬菜水果，两人看似非常居家。对于被直击同逛超市，还外传是跟父母亲一起吃饭，两人的纪公司都否认传言，只说是各自的旅行，但两人从合作开始在一起的传闻就不断。电影预告：你是最顶尖的谈判老手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中队长都已经被杀了。在电影里，孙艺珍饰演人质危机组的谈判专家，炫彬则是绑架的罪犯，两人针锋相对，互飙演技，现实中对彼此的赞赏可是常挂在嘴边。韩星炫彬 vs 孙艺珍，经常请吃饭，很会协商的朋友，经常请吃饭很会协商的朋友，现在你是非常满意的表情呢？头很痛，两人透露彼此很爱请吃饭，连跑通告一起搭巴士时，炫彬帮忙吹电风扇，两人还一起做鬼脸，甚至变装 app， 还装可爱戴上恶魔角，两人的互动实在太甜蜜了。虽然否认恋情，还是有不少粉丝期待拥有神仙颜值的两人能变成眷侣。